咱政府已经提出2050年净零排碳的政策，高雄市政府伫昨昏嘛公布2050年城市净零的做法。中油、中钢60多间大企业做伙做产业净零大联盟，要帮助小企业打造低碳的产业链。高雄市政府嘛有定管理自治条例，伫后一个会期会送市议会审议。点启动，高雄产业净零大联盟正式成立。包括中油、中钢、台电等等，代表5大产业带头的大企业，高雄拢总有60多间企业，直接宣布成立产业净零大联盟，要做伙合作，加速产业低碳转型。高雄的工业排放量是占比82%是最高的，所以我们必须成立产业净零的大联盟，能够以大带小，分享减碳的技术，并促进跨业的合作。过去高雄是工业都市，空气污染受到批评。不过环保局表示，高雄2020年净排放量比2005年减19.4%，减碳量1283万吨，是台北市全年的量。绩效是全国第一，按算2030年要搁减700万吨。目前市府嘛订定净零城市管理自治条例，最重要还是我们的净零城市的这个管理自治条例哈。那在下个月就会送到议会来进行审议哈。那其中也包括我们的目标策略路径，那还有在整个包括绿色金融怎么样能够协助。2050净零排放是世界趋势，高雄嘛公布城市的净零路径，提出2025年兴达电厂、小土团机组除役等等目标，希望达成高雄减碳净零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做高雄报道。